你有冇諗過資訊喺古往今來嘅作用係啲咩呢？我哋係咪擁有得越多資訊就越接近真相呢？隨住人工智能嘅發展，資訊喺民主制度啦，同埋極權制度又會帶嚟啲咩隱憂呢？咁聽完今集內容之後呢，你就可以知道以上問題嘅答案啦。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收聽 Just For 讀書會，我係 Justin。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咧，叫做《連結》啊。咁副標題咧就係從石器時代到 AI 紀元。咁英文咧就係 Nexus: A Brief History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I。咁作者咧就係哈拉瑞。咁哈拉瑞係邊個呢？哈拉瑞咧係一個以色列嘅歷史學者啦、哲學家啦，同埋一個暢銷書作者嚟嘅。咁我諗咧佢寫過嘅其他書咧，大家都可能聽過。咁包括有人類大歷史啦、人類大命運啦，同埋咧21世紀的21堂課啊。咁呢本書咧係一本講關於資訊網絡啦，或者資訊流咧，由古代喺石器時代去到我哋嘅未來 AI 嘅紀元咧，點樣去影響我哋嘅日常生活啊。咁作者亦都喺本書入邊咧舉咗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歷史例子啦，包括可能係羅馬帝國啦、中國嘅秦朝啦、歐洲嘅天主教會啦，甚至係蘇聯喺二戰時候嘅共產主義呢，佢都有引用到嚟做例子嘅。咁今日呢，我就抽咗書入邊呢其中幾個重點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資訊喺古往今來喺唔同嘅時空點樣去塑造人類嘅發展嘅呢？好，咁首先呢，一開始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到底喺作者嘅眼中，資訊嘅作用係啲咩呢？咁我覺得咧，資訊其實係一啲幾虛無啦，同埋觸摸唔到嘅概念嚟嘅。咁大家咧可能要集中精神去聽今集內容啦。咁首先我舉個資訊嘅例子啦，呢個資訊呢，就係我今日晏晝食咗壽司。咁最簡單最直接咁講啦，呢一個資訊嘅作用呢，你應該會覺得就係我想呈現我食咗壽司呢一個現實。咁但係作者就指出咧，資訊喺歷史嘅角色入邊咧，從來都唔係呈現一啲既有嘅事實啊，而係去連結唔同嘅人啦，同埋事物啊。咁你可能會好奇啦，點解會唔係呈現緊事實呢？ Justin 食咗壽司，明明就係一個事實啦。咁但係作者就話咧，當資訊想呈現出事實嘅時候咧，問題就係咧，現實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同埋觀點啊。最簡單嘅例子就係可能喺一場戰爭入面咧。雖然戰爭發生咗嘅所謂事實係一樣啦，咁但係咧，因為戰爭嘅雙方可能有唔同嘅利益啦、唔同嘅立場啦、唔同嘅文化背景啦，令到佢哋咧就算望住同一堆資訊咧，理解到嘅所謂現實咧都可以係完全唔同嘅。例如喺以巴衝突入面咧，早2年哈馬斯咧就偷偷地入咗以色列啦，殺咗好多人，綁架咗好多人質。咁喺部分人眼中咧，哈馬斯咧就係一班恐怖分子啊！竟然咁樣衝入音樂節咧，亂槍掃射、濫殺無辜。咁但喺某啲人眼中咧，哈馬斯咧反而係啲民族英雄喎。佢哋為咗自己嘅民族利益咧，不惜去挑戰強權啦，奮戰到底。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喺早2年嘅新聞入面咧，雖然咧所謂發生咗嘅事實咧只係得一個啦，咁但係咧全球各地咧都有唔同嘅人咧去支持佢哋心目中所謂正義嘅一方嘅。咁呢度咧只係講咗呢件事無限咁多個面向入邊其中2個面向嘅啫。咁其實現實世界好多資訊咧，唔係好似我食咗嚿壽司咁簡單咧就可以呈現俾大家聽嘅。所謂嘅現實咧，往往都係極為複雜嘅。同一件事喺唔同嘅觀點與角度出發咧，睇到嘅嘢都唔同啦。而呢啲單一嘅觀點或者單一嘅資訊咧，好難去呈現到成個事實嘅。而好死唔死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又有獨一無二嘅個性啦，獨一無二嘅生活經歷啦。咁我哋對每一件事嘅體驗咧，就係由呢啲所謂嘅個性啦、生活經驗咧去交織而成啦。咁所以作者就話啦，就算咧有人嘗試透過資訊咧去呈現一啲現實都好咧，其實都冇可能呈現到最完整嘅現實嘅。無論如何咧，點都有啲面向或者觀點咧係遭到忽略啦，或者扭曲噶。例如我用翻啱啱我食咗壽司嘅例子呢，咁呢個資訊呢，可能就已經係忽略咗我幾時食壽司啊，我同邊個食壽司啊等等。咁就算呢，我將我啱啱所講嘅資訊呢講晒俾你知都好呢，喺有啲人嘅眼中呢，都一定會見到一啲我提供嘅資訊所呈現嘅現實忽略咗嘅面向啦，
例如咧，佢可能會覺得我食得好快啦，或者咧佢覺得我用得好少豉油喎，個壽司好淡喎。咁所以作者就話咧，資訊係冇辦法能夠呈現到100%所謂真正嘅現實啦。就好似盲人摸象咁咧，有啲人咧摸到隻耳啦，有啲人咧摸到隻腳。雖然咧個個人都講緊真話啦，但係咧就冇人講到最全面嘅事實啦。咁可能你會覺得，Justin 食咗嚿壽司，至少都係部分嘅真實內容啦。或者有資訊形容到大象個鼻好長啦，大象隻腳好粗啦，至少咧都係真實嘅一部分。咁嘅話咧，係咪我哋得到越多嘅資訊，有越多嘅來源去攞資訊，我哋就越接近真相，越見到真相嘅全部呢？咁舉個例啦，喺以巴衝突入面呢，我哋唔單止睇以色列嘅新聞啦，亦都會去睇巴勒斯坦嘅新聞，盡量喺唔同嘅媒體、唔同嘅渠道去獲取資訊啦。甚至咧可以問下當地嘅人對於呢件事嘅睇法到底係點呢？如果我哋可以透過盡量多嘅渠道、盡量多嘅立場去接觸呢件事嘅時候，就好似你問多10個摸過象嘅盲人咁樣，我哋起碼都可以更加接近真相啊！咁呢一個嘅觀點呢，至少我喺睇呢本書之前呢都係咁覺得嘅。咁但係呢，作者就唔同意呢一個觀點啊。咁作者就對於呢種覺得資訊越多，我哋越接近真相嘅觀點呢，叫做天真的資訊觀啊！咁因為咧，佢就覺得我哋忽略咗資訊嘅真正目的啦。資訊嘅真正目的咧，其實唔係單純去呈現所謂嘅真相或者所謂嘅部分真相啦，而係咧將唔同嘅人啦、事啦、物啦連結埋一齊咧，創造出一個全新嘅現實啊！天真嘅資訊觀，其中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忽略咗好多資訊被創造嘅目的咧，唔係想去呈現真相啦，或者部分嘅真相。有啲資訊咧可能係虛構或者不實啦，而呢啲虛構同埋不實嘅資訊帶俾我哋最大嘅挑戰咧，就係就算呢啲資訊係虛構或者不實都好咧，佢都可以咧將我哋唔同嘅人連結埋一齊啦，再藉此咧影響到我哋嘅行為啊！咁我咁講咧，可能有啲虛無縹緲嘅。咁我舉啲現實嘅例子啦。咁喺1969年嘅7月咧，全球有6億人咧喺電視上面咧一齊望住岩士堂登上月球嘅表面啊！咁呢個咧可以話係人類文明進步嘅一個里程碑嚟嘅。咁但係同時咧，亦都有幾百萬人係相信咧美國登月咧呢個其實係一個陰謀論嚟。佢哋覺得美國政府講大話啦，可能咧見到直播入面太空人嘅影唔啱位啦，或者係支旗點解冇喐啊，等等各種唔同嘅理由咧，去質疑美國政府咧根本從來冇登月成功啊！咁我先唔評論美國登月係咪真啦，呢啲咧唔係今日討論嘅重點。重點咧就係就算美國登月呢個資訊係錯都好咧，佢都可以令到一班人咧連結埋一齊，都可以令到一班人咧感覺同聲同氣啦。可能咧都會覺得美國政府呃咗佢哋啦，好嬲美國政府。或者咧都覺得自己好聰明好鬼醒啊，冇俾美國呃到，覺得咧洋洋得意啦。或者再舉多個作者引用嘅例子啦。咁喺歷史入邊咧，其中一本最成功、最多人睇過嘅書咧，一定係聖經。聖經喺歷史上面嘅影響力咧，可以話係數一數二啊。咁但係作者指出啦，聖經入邊咧，對於人類又好啦，對於自然嘅描述又好咧，都發現咗好多重大嘅錯誤啊。其中一個錯處咧，就係創世記講到，我哋全部人類咧都係嚟自4000年前某一個中東嘅國家啦。我哋咧全部都係嗰個中東國家嘅後裔啊。咁但係隨住科技進步啦，透過一啲考古學啊或者基因學嘅研究咧，都發現咧原來澳洲原住民嘅祖先咧喺5萬年之前咧已經定居咗喺澳洲，從來都冇離開過噶咯。而非洲人嘅祖先叫做桑人啦，亦都已經喺非洲咧生活咗幾十萬年。咁喺4000年之前咧，亦都冇所謂嘅大洪水啊、挪亞方舟咧，將呢啲非洲人啊同埋呢啲澳洲人咧洗走晒嘅。咁呢度作者想講嘅係咧，就算係聖經啦，一本喺全世界最受歡迎，亦都喺人類歷史影響力舉足輕重嘅一本書咧，理應佢嘅資訊係唔應該有錯啦，或者資訊咧係用嚟呈現緊現實啦，或者部分現實啦。咁但係隨住科技發展咧，我哋竟然可以證明到聖經咧係錯誤啦，或者部分錯誤。但係咧呢啲資訊咧依然可以發揮到佢想得到嘅效果，
佢都可以咧成功連結到全球幾十億人啦，創立咗唔同嘅宗教，例如係猶太教啊、基督教啊，亦都建立咗好強大嘅宗教網絡啦，例如係起一啲教堂啊、慶祝嘅節日啊，或者咧係以前嘅一啲國家啊、政權啊，都係靠呢啲宗教咧去鞏固佢哋嘅權力㗎。甚至喺某啲宗教咧會為咗佢哋嘅經典，為咗佢哋所謂神嘅話語咧去發動聖戰啊！咁呢度咧，你憑住美國登月呢個陰謀論啦，同埋聖經嘅例子，你都見到咧，資訊嘅目的咧，從來都唔係所謂呈現真相或者部分真相，又或者咧，資訊根本就唔在乎佢呈現緊嘅嘢係咪真啊，因為佢無論係真定假都好咧，都可以透過一啲資訊，透過一啲故事咧，去連結一啲人咧，去做一啲佢哋本身唔會做嘅嘢。咁之後咧，想講下書入邊另一個重點啊，就係所謂 AI 嘅發展對於資訊喺民主制度啦，同埋喺極權制度有啲咩影響或者有啲咩隱憂呢？咁首先我哋定義下民主制度係啲咩啦？作者對於民主制度嘅定義呢，就係一個擁有強大自我修正機制嘅分散式資訊網絡啊，即係咧喺一個民主嘅社會入面呢，資訊咧係可以自由流動啦。每一個人咧都可以發聲啦，而且咧唔同觀點咧可以相互挑戰，互相咧糾正對方嘅錯誤嘅。就算有錯誤嘅資訊都好咧，都可以透過呢個強大嘅自我修正機制咧，自己修正翻啱嘅。咁但係隨住 AI 嘅發展咧，AI 喺早幾年咧已經有能力去生成唔同嘅文字啦，同埋內容，而且咧 AI 生成嘅內容咧亦都越嚟越似真人啦。去到未來咧，更加可能冇人分到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咁呢啲 AI 假冒嘅人類啦，或者大量嘅假資訊呢，就會衝擊到民主嘅制度。咁作者就話呢，因為民主制度呢缺乏咗資訊嘅過濾同埋審查啦，如果冇夠強嘅自我修正機制呢，呢啲大量嘅資訊呢就會造成社會嘅混亂啊。咁你可以幻想一下呢，就係可能喺你嘅社交媒體啦，或者討論區呢，有超多嘅假新聞、超多嘅陰謀論呢，以驚人嘅速度傳播。而呢啲虛假錯誤嘅資訊呢，又比較容易吸引到我哋注意力喎。咁當我哋俾一啲虛假資訊誤導嘅時候呢，社會嘅自我修正機制呢都會被削弱，令到人與人之間呢唔再彼此信任啦，冇辦法呢再有效咁溝通啊。因為呢隔住個電腦，你根本就唔知同你講緊嘢嗰個呢仲係咪一個人。咁你可能會諗啦，如果 AI 嘅發展對於民主制度係有咁多嘅隱憂嘅話，資訊隨住 AI 嘅發展喺極權制度之下係咪更加有優勢呢？咁作者咧就舉咗二戰期間呢納粹主義嘅希特拉點樣透過操控資訊咧喺極權主義之下咧鞏固佢嘅權力。咁嗰陣時咧希特拉控制晒國內嘅所有媒體啦，例如係電視啊、電台啊、報紙等等，咁將佢想宣傳嘅內容同埋理念咧透過呢啲媒介咧灌輸俾大眾。藉此咧宣揚佢嘅意識形態啦，令到呢啲民眾咧會接受偏激嘅思想啦，例如咧猶太人咧就應該要死咁樣。咁喺極權主義之下咧，就算 AI 可以冒充人類啦，製造大量假嘅資訊都好咧，呢啲全部嘅假資訊咧都會被審查啦同埋過濾嘅，唔會好似民主制度咁，成個社會都俾假資訊充斥住啦，令到社會混亂。咁喺呢個層面嚟講呢，極權主義呢係幾好嘅。咁但係 AI 嘅發展呢，亦都可能對極權主義呢帶嚟隱憂嘅。咁作者舉咗一個極端嘅例子呢，就係話如果 AI 呢同一個當權者講，佢身邊呢最忠實嘅部下想造反，你應該殺咗佢。咁呢個時候，當權者應唔應該聽 AI 嘅建議殺咗佢最忠誠嘅部下呢？如果佢決定唔殺嘅話呢，即係佢唔相信 AI 啦。咁最後呢，可能真係俾人造反啦，失去咗佢權力嘅王座。咁但係如果佢殺咗佢最忠誠嘅部下呢，某程度上呢，佢就係被 AI 操控咗。咁亦都意味住呢 AI 先係實質嘅掌權者啦。AI 呢有能力去干涉更加多唔同嘅層面同範疇啦。咁去到最後呢，希望大家對每日吸收到嘅大量資訊呢，保持質疑啦，同埋抱有一個思考嘅習慣。我相信呢，隨住 AI 嘅發展呢，未來只有更加多虛構啦、唔現實嘅資訊呢流通喺網上面。以前呢，有句說話呢叫做有圖有真相啊。咁但係而家呢，就算有片呢，都未必能夠信以為真啊。
咁今日咧只係分享咗書入邊其中一部分嘅內容，其實呢本書咧仲講咗大量資訊網絡喺人類歷史扮演嘅角色啦，例如喺中世紀嘅歐洲，資訊網絡點樣促成到獵巫呢？社交媒體同演算法又點樣促成到社會嘅動盪呢？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相當之推薦大家咧可以睇下呢本書嘅。咁今集內容咧就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都中意今集嘅內容啦，或者覺得今集內容幫助到你咧，不妨讚好啦、訂閱同埋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